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这个肺癌一直是咱国这个癌症死亡率的头一名。也过有53%的患者，伊并不食薰。依照台湾大学、中兴大学、阳明大学、国卫院等等研究团队研究发现讲啊，南部、北部治疗肺腺癌的人数为2012年开始出现变化。南部地区肺腺癌这个患者比北部较侪，甚至南部肺腺癌年增加率高出北部的15倍。专家认讲，这甲空气污染有关系。PM2.5影响空气品质，嘛影响到肺癌的发生率。台大国卫院等联合研究团队发现到治疗肺腺癌甲空气污染有真大的关系。造成癌症的主因毋是薰，53%肺癌的患者拢无食薰，怀疑是空污造成的。今年发现我们癌登资料，我们发现你看这绿色有超过一半，我们发现台湾有超过一半的肺癌是没有抽烟的。研究团队统计，1970年开始，台湾北部、南部空气品质，发现北部空气品质近年来改善，南部变差，这嘛反映在肺腺癌的发生率。原本北部致癌的人数是比南部较高，所以在2012年了后，南部高过北部，尤其是在近年，也阁高出北部15倍。在这个研究发现说，在南台湾可能是空污的因素，它的肺癌死亡率是稍高一些的。研究点出800基因为工厂外移、大众运输系统改善空气品质，高屏地区因为石化工业的发展，逐当恶化，呼吁政府会当重视。嘛建议民众莫伫这 PM2.5浓度较悬的时阵外出活动，假使若真正空气歹，就爱出门咧。建议爱赶，防止 PM2.5的吹暗，才会当避免肺腺癌的发生。